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2年10月14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37篇，耶利米哀歌第2章13节到22节，约翰一书第5章第1节到第5节，13节到21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赢过世界。首先，咱需要先来定义世界是啥物意思。伫圣经中间所咧讲的世界，是所谓即个，并毋是所谓咱咧讲的 international 啦，还是 worldwide 吼，还是讲即个 global 的概念。伫圣经所讲到即个世界，所指的是无属伫上帝，是属伫撒旦的，是离开上帝的真理。对圣经的角度来看，世界是人所会通拄着的即个试炼、试探，或者是讲人所拄着的苦难，是撒旦的权柄所涵盖的即个范围。因为安尼，所以咱必须要倚靠上帝来赢过世界，而且是应该爱来赢过的对象。耶利米哀歌安尼讲：耶路撒冷啊，我会当讲什么呢？我会当怎样来安慰你？有什么人亲像你受安尼的灾难？你会知会亲像大海洋拢无边界。什么人佫会当带互你希望呢？你的先知只有会当讲白贼，因的异象是虚假的，因的讲道将拢未暴露出你的罪恶，所讲的拢是白贼。因使人恁毋免悔改。过路的人拢用轻视的眼光来看你，因摇头踢笑耶路撒冷的毁坏，讲这就是迄个完美的城吗？这就是全世界所讹落的城吗？所有的对敌拢欺人你，因家己切起来怨恨你，因踢笑讲我将伊毁坏啊！咱期待迄一天总是会来到，因为以色列人听信遐个只有报好消息的假先知的话，然后就对咧这个世界去行，离开上帝。因为安尼就必须爱去面对家己所选择的苦境。亲像几个礼拜之前，牧师伫这个主日的信息中间所提到，伫英国的 Birmingham， 伫今年的7月所举办的这个大英国协的运动会，迄个气牛这就是咧对这个世界的潮流，毋是咧对上帝的旨意、圣经的原则甲标准。也是更较简单的讲，英国即马正是咧对世界行，就安尼就免更较讲赢过世界啊。耶利米哀歌嘛安尼讲着，上主已经实现伊家己的计划，已经照着过去对咱的警告，无顾念将咱来毁灭。
伊互咱会对着得胜，互因为咱的落败来欢喜。常常伫咧提醒兄弟姊妹，提醒教会，基督徒也是教会，爱诚做影响教会、影响世界的招数，毋通诚做军队世界潮流来行的道数。这的确是一个真困难的一件事，特别是当咱的周围的人想法拢甲咱无相同，甚至违背的情形，基督徒应该怎样才会通来赢过世界呢？捌甲大家三甲分享一首基督是主的诗歌内底一条叫做《路》。歌词的内容是安尼：伫我头前有2条路，要军队世界，或者是军队主。我要选择，赶紧选择，我应该行倒一条路？咱要选择倒一条路来行呢？虽然大多数的基督徒拢会讲，就是军队主啊，毋通军队世界。但是事实上，军队主拒绝世界，并毋是遐尼容易。伊安尼歌词搁进一步写着讲，我要祈祷求主帮赞，互我明白，互我清楚。我要靠伊，完全靠伊，选伊的路。军队我主袂会失败，搬过山岭，经过大海，伊的温柔会带领我，我无软弱，也无惊吓。我要祈祷求主帮赞，互我明白，互我清楚。我要靠伊，完全靠伊，选伊的路。选上帝真道来进前，就是离开世界，就是赢过世界的试探、引诱。安尼人就会赢过世界的试探，然后来宣扬国外的救恩。这个世界充满着侪违背上帝旨意的怪事，亲像耶利米哀歌又搁甲咱讲：耶路撒冷啊，愿你的声像雨珠来呼叫，愿你的目屎日夜亲像江河在流，愿你无休困的忧伤来低靠。起来，暝时你要起来。每间你要用主来呼叫，你要来拼哀求伊怜悯你的囝。你的囡仔因为枵餓昏倒伫街路，伫巷尾，看上主啊，看你所折磨的人，女人咧食家己心爱的婴儿。祭司甲先知伫主的圣殿内底受抬，老人、少年人相款伫街路来倒去，青年男女死伫对敌的刀剑的下面。你受气的日子太着因，拢无一点点的怜悯。你调来的对敌伫我的周围在欢喜。恐怖四围威胁着我，伫你受气的日子，无有人会当逃闪，因屠杀我所拥有的心爱儿女。约翰一书嘛安尼讲：既然信耶稣是基督的，拢是上帝的儿女。如果咱爱做一个
咱爱一个做老爸的也一定爱伊的儿女。对伫咱爱上帝，并且遵守伊的命令，咱就知着爱听伊的儿女。因为上帝相信上帝的人，就是有智慧的人。有上帝的智慧，就会通选择离开世界的道路来跟对主。安尼人才会通真做遵守上帝诫命来赢过世界。只有安尼的人，咱才会当赢过这个世界。亲像约翰一书甲咱所讲的话，讲遵守上帝的命令就是爱上帝。伊的命令并无困难来遵守，因为上帝每一个儿女拢会通赢过世界。互咱赢过世界的是咱的信心。什么人会当赢过世界呢？只有信耶稣是上帝的囝的人，才会当赢过世界。亲像约翰伫约翰福音中间写着，耶稣讲：“我是真理、道路、活命。若无藉着我，无有人会当到爸遐去。”若是咱遵守主的旨意，就一定会当到上帝的家。嘛，安尼来赢过世界，并且得到永远的活命。诗篇137篇。阮坐伫巴比伦的河边，一个想着锡安，目屎就流。阮将琴吊伫遐的柳树，伫遐掠阮的人叫阮唱歌，苦楚阮的人爱阮，互因快乐讲，甲阮唱一个锡安的歌。阮伫异邦，哪唱会出敬拜上帝的诗歌？耶路撒冷啊，我若袂记得你，就互我的正手烂去，袂弹琴。我若袂记得你，若无看耶路撒冷做我第一欢喜，就互我的指念伫顶页，袂唱歌。耶路撒冷沦陷的日，伊当人讲，甲伊拆毁，甲伊拆毁，甲伊拆毁到地基。上主啊，求你会记得迄日，巴比伦城，你应该受毁坏。你安怎对待阮？遐会照安尼对待你的人有福气。掠你的婴仔摔伫石盘顶，迄个人有福气。恳求主帮助阮，互阮会通对主的道路愿意顺服主，来追求真理，来赢过世界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